隱藏於格柵中的燈光，隨着色彩以及節奏變化，透過建築立面與燈光科技、海浪、沙洲、科架等意象緩緩浮現。台南市北區區政大樓公共藝術映時浮光正式啟用。藝術家以北區昔日沙洲、西湖等地景為靈感，讓地方歷史化作夜間藝術景觀。作品結合永續概念，由企業捐贈儲能設備，以綠能供應夜間燈光。公所也將推出彩繪圖卡，讓學童透過創作認識地方文化。優秀作品未來還將在區政大樓展出。建築不遮水，經過停車經過路角的時候，看這個公共藝術，而且會感覺足歡喜的，而且這個公共藝術才352萬。純白建築、寬敞街角，加上自然採光，北區區政大樓今年4月才剛啟用，有婚紗攝影師拋出一系列婚紗照，吸引不少網友留言，直說真的太美了，很漂亮是真的超漂亮的那一種，整個都是白色的，那個斑馬線啊，人在走的那個斑馬線其實也很好拍。戶政大廳以幸福轉運站打造結婚牆，希望讓新人留下人生重要紀念。截至今年5月底，已經累計達486對新人登記。邀請我們所有年輕人準備要結婚的，或者是未來要結婚的，未來結婚登記的時候，都首選我們的北區區政大樓，成為你們的一個結婚的一個拍照景點。白天是熱門婚攝打卡景點，夜晚則化身光影藝術地標。北區區政大樓從公共服務空間逐漸成為兼具文化美學與生活記憶的新城市亮點。記者周海棠的報道。